功夫仔一兩道理點夠使？好身手本領實際先夠威。招招古怪嚇到你壞，新招攻勢凌厲。得把口死氹難氹氣勢翳，出死橋呃下度下混眼仔。諸多詭計碰正運計，多少都要蝕底。莫為真心會浪費，臨危相計維繫，鬥過勾心攞下威。其實兩家只生個鬼，手足哭一對合作混眼仔，生死不計唯有肯吃虧，知交一世永冇關係，錢銀兩分細。功夫仔一兩道理點夠使？好身手本領實際先夠威。諸多詭計碰正運滯，多少都要蝕底。莫為真心會浪費，臨危相計維繫，鬥過勾心攞下威。其實兩家只生個鬼，手做空一對合作混眼仔，生死不計唯有肯吃虧，知交一世永冇關係，錢銀兩分細。